来继续来看台北市新田宫的香火真旺，市周边的商圈嘛真闹热，但是竟然来发生着街头暴力的事件。台北市报关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牵狗咧散步，熊熊挖来死的挂喙暗的男子亚军啊，一句话都无讲，就喊到笑咯。甲这个理事长的头骨是喊甲拢猫落。警方已经掌握到嫌犯的身份，全力咧追捕。 这架货车表面上载的是3库，其实内底是价值代表6亿的毒品。另外，这进口2000多粒丁，同款内底拢沾满毒品。这是运毒的集团要走私来台湾，却叫警察抓来。不过，台北市报关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好参像有牵连，却叫人伫街路围路。来，跑得又急又快。伫路边4名一直弄的这4名男子，就是落手的嫌犯。 顶个月30号暗时，伫新田宫边仔拢也真闹热。理事长伫巷仔内底牵狗散步，突然间冲出4名男子，摕马达咧拍人，规人拢拍倒伫涂骹，也阁无刷手，一直甲理事长大声喊救命，嫌犯才赶紧绕跑。理事长的头壳讲甲喙鼓鼓，人还受重伤。本案我们已经锁定相关的犯嫌，将持续追查幕后指使者。 警方调出监视器，发现嫌犯早就来勘察地形，搁一个经无监视器的巷仔才动手。理事长怀疑，可能是批评业者涉嫌着走私，或者是建议官方就要去抓走私的毒品，才会去用围路。